怎么会这样啊？刚沾到了。你等下不是还有事吗？来，走，我们去前面换。好，谢谢。怎么办？完蛋了啦！我等一下还要去接待外宾呢。这么大片，你干嘛？交换裤子啊，你穿我的，不然怎么办？你转过去了？干嘛？你害羞？我不习惯了。